头一摆听到当然是真趣味啊，因为真活泼嘛，啊编曲是真丰富，所以头一摆听到印象就深的。它不是像咱普通写歌情感的抒发，可能是实用性的物件较多。什么是实用性？就是譬如讲叫人起床，还是讲我会当伫校跳舞，对。啊，若讲学生会当跳舞，老师会当用嘛。老师会当用这项代志就重要，因为老师是教育的最前线安尼。而且就是讲，这可能经过编曲以后，中可能我会当甲较长的间奏，它可以发展出体操。对，欢喜你就用念的就好，那你唱就不会那么难出来。欢喜唱歌的鸟啊，欢喜唱歌的，这样就比较好，这样就比较容易。欢喜你就伊本来编曲就真好，就好啊，嘿，足完整的，啊物件才华训练拢有，啊所以讲，阮若要甲变长，若是讲安怎，基本上嘛是顺伊本来的设计啦，就是差不多是啦，是讲袂去甲改，是讲物件变较真正的乐器安尼，我听起来较活快。要起床到铃声的这句有无去无？是安怎无去啊？谁甲你弹的？等一下再唱。这条歌本身就足够水的吼，所以规个迄个气氛，虽然内底有一寡语词爱改，毋过我会较偏向用较古锥的吼。譬如讲，伊即个歌名叫做原底是讲起床啦，啊，毋过迄可能较华语化，所以我会用一个起床咯，吼，即个迄款情绪较对安尼。我希望起床歌单就是很欢乐，然后可以让人家很有活力的迎接一整天，所以就用比较欢乐的曲风，然后是有爵士、有点摇摆的，然后就是希望就是那个律动可以让我滴滴这样，点头就起床了。